去年有学生团体针对108课纲发布观察报告，根据调查咧，有43.5%的人无认同本土语的课程，这比认同的32.2%搁较济。要安怎带动大众有动机来学本土语，正做社会爱做伙面对的问题。学者表示，除了爱重视语言的文化，搁较爱来改变学本土语无好处的想法。也无济学校敢有受到安尼的意外。高中里面3年敢有学生想要选修台语，教务主任洪问到这条是笑笑啊。学生修本土语课以外，对学生团体 IUS 所发布的108课纲观察报告，就看得出来并无悬。调查指出，有63.59%学生认为本土语课无压力，也是压力无大；7.1%感觉压力足大。29.31%认为有部分压力，不过针对本土语的高中必修2学分，却有24.8%学生非常无认同，18.7%无认同，24.3%认为普通，认同的有19.9%，非常认同是占12.3%，无认同的比例比认同的悬。就算多数学生感觉本土语课算轻松，学习兴趣有悬无悬。针对这点，台师大文系老生贤副教授表示讲，破除学本土语无路用、无利益的迷思真要紧。过去的研究发现讲，日常生活内底有定伫2种以上语言做切换的人这个囡仔的智力啊，佮有管理冲突的能力，拢发展了较好。伊得到这 Alzheimer 啊，佮有得到这个失智症的时间会当延缓3档半到5档。要爱囡仔建立本土语的能力，除了大人本身爱有意识和囡仔讲母语，政府嘛爱利用政策，互本土语有实际的效益。李江桥台语文教基金会陈宏辉执行长表示讲，无工作群愿意对外开喙讲母语，才通表现多元社会，打造环境。咱使用这个语言的人，爱主动伫无共场所，拢表达的时阵，拢用这个语言。大家若愈济人安尼做，咱这个需求才会展现出来。本土语的意识培育，民进党立委张雅玲表示讲，针对台语要来拍6针，推广母语家庭。母语唔若伫厝内讲，更加爱拖出去社区，要求文化部重新订定母语家庭的任务，母语普及才是重点。你都有机会听到这类，所以就是讲，除了空战，我们有很多的影视作品之外，在他每一个接触点上面，是不是有这台语的环境？通经本国语文甲外国语文所有的政策来通政处理，解决这个传承危机的问题。台语拍6针，嘛要拍空针。民进党立委张雅玲讲，会去推动政府增加影视的投资，若通互人家接触台语，嘛通为台语增加就业机会。不过本土语若要伫生活种种层面拢有法度应用，头先爱面对的就是新思维甲标准化。母语团体呼吁政府，就要紧成立本土语言发展中心，导入本土语的建设，解决传承的危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